嘉賓嘅。咁咧佢就係呢一個註冊營養師 from USA 嘅 Nutrition Clinical Hong Kong Limited 嘅。咁佢就叫阿 Kim，阿 Kim，咁啊麻煩你咧真係幫我哋講一講呢個咁大嘅人物，唔該晒講。好啊，咁今日咧都內容好豐富啦，三個醫生都share 咗好多唔同嘅知識啊。咁我今日都好快會講一講究竟咧，其實抗癌嘅時候咧需要啲咩營養嘅，係啦。咁頭先講啦，好多疾病例如骨質疏鬆，其實都講到飲食係好重要嘅。咁我今日嘅環節咧都講到，即係譬如你喺治療上啦，即係癌症治療上咧係需要啲咩營養。咁我頭先多謝 Bell 介紹我啦，咁我係阿 Kim，叫我朱姑娘都得嘅。咁我都係屬於Nutrition 嘅公司嘅營養師啦。咁我先講好快啊，少少 data 啦。咁其實咧喺癌症病人裏邊啦，1/3人咧都會係營養不良嘅。咁大概咧有啲咩 cancer 會比較容易啲咧？營養不良咧，例如咧就係胃腸啊、頭頸啊同埋肺癌嘅。咁呢一啲營養咧，呢啲癌症咧就要注意啦。咁其實咧喺確診期間咧，已經係發現體重會下降㗎啦，係啦。咁甚至乎咧，佢哋大概係1至10公斤嘅個體重下降。咁啊，然後頭先阿林醫生都講過啦，有好多唔同嘅治療方法㗎。咁例如咧，有你見到 chemo 啦，即係化療啦，係啦。咁仲有做手術啦，然後咧再做一啲即係標靶啊或者其他治療方法啦。咁你見到其實呢條線咧就會直落下去㗎，呢個代表咩？即係體重下降咁解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即係作為營養師咧，第一時間咧就係希望確診嘅時候咧，就為病人把關㗎啦，就提供一個最啱佢嘅營養嘅諮詢啦。咁同埋咧，我哋希望咧一個公眾教育咧，就係俾多啲即係資訊啱嘅資訊。喺個網絡上咧，大家可以揾到，因為好多時都話啊，會唔會唔食得糖啊，或者好多嘢都要戒口啊，唔食得雞肉啊，呢啲會令到即係又會復發啊。咁其實呢啲資訊咧都要有一啲好啱嘅資訊喺網絡上咯。咁除此之外啦，營養不良啦個人，咁其實咧身體咧都會發炎㗎喎。咁你見到咧，如果未擴散嘅時候咧，其實都超過一半人咧身體係會發炎，有炎症嘅反應啦。咁其實咧呢個炎症反應咧係會令到咧呢個惡性循環咧係不斷循環嘅，係啦。咁加埋腫瘤啦，你個代謝率咧亦都會加快嘅，因為你嘅腫瘤。咁另外咧就會你嘅side effect 啦，譬如治療上 side effect 會令到你食得唔夠啦，就會可能屙啊、嘔啊呢啲情況都會發生嘅。咁呢啲種種情況發生之下咧，其實咧個身體就會有炎症啦，另外咧就會有營養不良同埋惡病質嘅。咁啊，惡病質咧，其實大家有冇聽過咧？咁喺我做呢個 size 嘅時候咧，就發現其實台灣咧喺網上咧會講得多少少嘅。咁喺香港呢個層面咧就冇咁提及到嘅。咁其實惡病質咧係一個多種因素複雜咁嘅綜合症啦，係啦。咁從而咧引致代謝失調嘅。咁其實咧有分3個時期啦。咁惡病質前期咧，其實咧就好易已經有㗎啦。咁其實咧就係體重下降少過5%啦。咁咧即係如果你60公斤嘅話咧，體重跌少過5%，5%係即係大概3公斤啦。如果60公斤即係跌5%就3公斤啦。如果跌少過3公斤咧，其實咧已經係有機會前期㗎啦。咁加上頭先話即係肌肉減少啊，食唔到嘢啊，或者一啲炎症反應咧，我哋炎症反應就要驗血先見到㗎啦，即係睇 CRP 咁樣。咁呢啲種種情況之下，其實會係惡病質前期。咁如果跌入去惡病質期咧，其實體重下降已經跌超過5%㗎啦，即係多過3公斤。係啦，咁另外肌肉減少啊，你見到自然其實譬如你戴戒指戴喺手指度，如果佢係鬆咗，其實已經係有好明顯嘅消瘦嘅情況啦。咁另外就係好明顯就係冇胃口啊，見到嘢食都唔想食啊，見到中意嘅嘢食都唔想食咧。咁呢啲嘅情況之下啦，咁我哋最唔希望去到第3個階段就係難治性惡病質期嘅。點解咧？因為呢一個期咧，其實係最影響個存活率最大嘅，係啦。
甚至乎係存活率得3個月嘅啫。咁所以我哋唔希望跌入去呢個時期。咁頭先講阿林醫生都講好多治療，都係希望提高個存活率嘅。咁而其實咧，體重咧係最直接影響到個存活率。另外咧，亦都見到咧好多即係點解最後 pass away 死咧，就係因為係食得唔夠，營養不良嘅，即係喺癌症方面。咁所以咧，營養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你見到咧，如果佢體重咧 maintain 得好啦，黑色線係即係體重好 stable，冇跌過磅嘅，對比紅色線咧 grade 4，佢只係跌超過6% 嘅話咧，其實個存活率咧都差成大概18個月㗎啦，即係1年半左右㗎啦。咁所以我哋咧都希望咧最緊要即係俾啱嘅嘢啦。其實要做啲咩咧？就係要早啊，即係當佢確診嘅時候咧，就儲定一啲 reserve 啦，係啦。咁另外要俾啲乜嘢佢咧？就係一啲高能量啦、高蛋白啦，同埋其實奧米加3咧都係對癌症病人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哋都係跟翻呢一啲指南去做啦。咁跟參考一個 ESMO 嘅指引，呢個歐洲指引啦。咁係首先講蛋白質同能量啦。其實究竟需要幾多啦？咁蛋白質咧就需要1.2至2 gram per kilogram per day 嘅。即係如果你係60 kg 嘅成年人士啦，咁其實就頭先李醫生嗰度都有講過點樣去計㗎啦。咁60公斤乘以1.5咧，大概90克嘅蛋白質。咁90克其實咩概念啦？頭先嗰個餐單都寫得好好嘅，我見係啦。咁每一餐都大概有25克嘅蛋白質啦。咁其實大家又話係咪要成日帶個磅出去度呢塊肉究竟有幾多蛋白質咧？咁唔可能㗎嘛，係咪？咁所以咧最易嘅 tips 就係咧，你一隻手掌啊，我見有啲人已經好識啊，係啦，一隻手掌嘅大細嘅肉類咧，其實大概就25 gram 左右嘅蛋白質啦。咁所以如果你要食到90克嘅蛋白質咧，其實基本係每一餐都要有一個手掌嘅大細嘅，係啦。咁所以大家可以諗翻起今日早餐或者午餐啦，有冇食到呢一個份量啦？咁如果可能其實對於一般人嚟講咧，可能我啦，其實都難嘅。更何況對一個癌症病人，佢已經冇胃口做治療，好攰。係啦，已經一做完治療，可能淨係想休息嘅啫。瞓咧，你叫佢再食一塊咁大嘅肉咧，其實係有難度嘅。咁所以咧，有時我哋都係你見到我哋呢個 S band guideline 嘅 study 咧，其實佢無論喺治療前啦、治療中啦，同埋佢 discharge 即係出院之後咧，其實佢都有個 gap 喺度嘅。即係食唔夠係蛋白質嗰度攝取都唔足夠嘅。咁所以都要揾啲方法去幫佢哋啦。咁另外指南上咧，其實都提及到咧 Omega 3咧都非常之重要嘅。佢建議咧每一日咧係需要食到2至2.2克嘅每一日。咁呢個都係強烈建議啦，因為其實都好多證據咧見到咧魚油咧係好多好處嘅。咁點解佢要建議到2.2克嘅魚油咧？因為咧其實有研究見到咧係可以幫助到啲 patient 咧改善咗胃口嘅。咁佢改善胃口啦，咁自然咧食得咧就會多啲啦。食得多啲咧，其實佢體重咧就會易啲去維持翻啦。咁所以咧魚油係可以幫到個胃口嘅。另外 EPA 同 DHA 可能一啲成年人其實都有食開魚油丸嘅習慣啦，其實都係諗住抗炎嘅。咁對於癌症病人嚟講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係啦，咁其實咧頭先講話我哋炎症咧都會引致惡病質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俾少少 EPA 同 DHA 佢咧，其實亦都可以幫到佢嘅炎症反應啦。另外亦都可以對抗翻惡病質。係啦，咁所以咧及早咧俾啲蛋白質啊、熱量佢啊、啱嘅營養佢咧，其實係可以降低30% 嘅死亡風險嘅。係啦，咁啊呢啲唔講咁多。咁其實我哋即係你個袋入邊啦，都有一支營養奶啦。咁入邊咧，其實呢支係新出嘅。咁啊125毫升啦，入邊有齊晒蛋白質，一支已經有18克嘅蛋白質嘅。另外熱量上咧，已經有1碗飯嘅熱量㗎啦。魚油嗰度咧就有1.8克，咁頭先都話滿足到2 gram 嗰個份量90%㗎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即係試飲下啦。另外，其實咁細支咧，營養師會即係推介嘅，因為佢個依從性會好高啦。咁有研究見到其實 patient 咧
飲咁細支咧係可以飲到90%嘅，對比一啲200毫升嘅營養奶咧，其實佢哋只係飲到70%嘅啫。咁對病人嚟講咧，有咩好處咧？飲晒其實佢哋嗰個 achievement 咧，亦都會覺得我做到啦，同埋即係對佢 treatment 上亦都更加順利嘅。咁所以係可以幫咗咧佢哋啦。另外我哋呢個 Body Care 呢支奶咧，其實做咗研究啦，一日飲2支，連續3個月咧，其實啲 patient 都好易可以 maintain到一啲體重啊。另外亦都見到佢個消炎指數 CRP 咧係降低啦。同埋佢嘅白蛋白，即係主要睇佢係咪營養不良啊，咁呢啲都係有改善嘅。仲有佢嘅手握力，頭先都講手握力啦，係啦，手握力咧佢亦都可以大力咗。另外佢嘅行路亦都行遠咗啦，冇咁易攰啦。咁所以咧呢一支奶咧對個 patient 嚟講係會治療效果更加好嘅。係啦，咁所以大家記住，即係如果屋企人身邊即係患病啦，就最早盡早咧俾一啲啱嘅營養佢啦，咁就包括係一啲熱量啊、蛋白質啊、omega 3，咁啊盡量即係話唔係話唔使點樣戒口嘅，咁啊同埋即係要揾醫生啦，同埋營養師去set up 翻個 plan 咯，係啦，我今日分享嘅完畢啦，唔該晒。